大家好啦，今日就會講下特朗普對外嘅新形象嘅。特朗普咧正式宣誓咧就任呢個第45任嘅美國總統咧，不足1個月嘅，即刻馬不停蹄啦，主動東征西討啦，南咧就攻呢個墨西哥，就要求強制咧建呢個3200公里嘅城牆，仲要墨西哥自己埋單喎。東征歐盟啦，大呼呢個咧歐元係隱性嘅馬克啦。德國暗度陳倉咧，借機賺錢，再直接咧挑戰呢個中東伊斯蘭7國喎，咁就唔準7國嘅人民入境啦。北指中國啦，日本咧就直指匯率對呢個美國不公嘅，亦都同時親近英國啦，討好呢個俄國嘅。短短時間咧，大刀闊斧開闢咗美國咧對外嘅新景象嘅。未見其利先見其弊嘅，特朗普咧處事過急啦，身為一個大老闆咧，特點咧係需要立竿見影嘅，但處理政務又係咪咁呢？當中嘅7國禁令啦，最受爭議嘅。特朗普咧唔理喺美國啊或者國內外啦，其實咧都飽受呢個輿論抨擊㗎。前朝嘅官員咧提出要司法覆核啦，但係咧就俾特朗普炒咗喎。但炒咗呢個前朝官員之後咧，惹嚟更加多嘅反彈啦，亦都帶嚟咧最好嘅三權分立教材。目前咧美國內部嘅政府同埋呢個嘅法院咧互相激辯啦，暫時咧政府都未分嘅。但政治唔明朗性咧，為呢個美元帶嚟壓力嘅。但係美股咧表現咧就係呆滯啲嘅，道指一直喺2萬點附近來回啦，唔上亦都唔落啦，反映到投資者咧唔太願意放棄手上嘅股票喎。但係咧，亦都憂慮特朗普嘅財政政策到底咧係咪可以推出同埋通過呢？近日咧貴金屬嘅價格咧顯著上揚，同埋呢個 SPDR 嘅黃金交易基金啦持倉回升就好明顯，正喺度反映緊避險情緒上升嘅現象嘅。美股嘅變動咧亦都唔大嘅，但係匯市咧已經開始波動㗎咯喎。美元對6隻主要貨幣匯價咧已明顯咁樣轉強啦，主因呢個特朗普對美元嘅看法咧，上星期咧先明確咁樣表示呢個看法嘅，而家美元實在太強啦，同埋後期咧緊接而嚟嘅先後抨擊唔同國家嘅匯率政策啦，當中國家咧就包括呢個歐元啦、日元啦、中國啦，指責其他國家刻意推低呢個匯價去加強其貨品喺國際市場嘅競爭力嘅，可以睇到咧美元強咗咧唔係佢想要嘅。同時，亦都為呢個美聯儲留下呢個加息嘅空間。而喺整個金融市場嚟講啦，最重視咧其實特朗普咧對歐元同埋英國嘅立場同埋動作嘅。歐盟體系嘅民粹主義咧傾向不停抬頭啦。法國啊、意大利、荷蘭啊、奧地利等等咧，都開始懷疑歐洲啦。咁呢個情緒咧都不停咁樣發酵緊嘅。假如呢個英國真係脫歐啦，經濟咧竟然唔跌，仲要升喎，再接受特朗普挑撥啊同埋針對性嘅言辭影響啦，呢個會加劇咧有離心嘅國家出走啦，同埋歐元區有分裂嘅可能嘅。道理咧係上半年啦，特朗普發表咗呢個財政刺激計劃之前咧，美國股市應該唔會出現大型嘅回調啦，亦都只係限係一個大型上落市嘅格局嘅，但係鑑於咧市場開始冷靜應對現實嘅市場風險啦，貴金屬目前嚟睇咧係會有多重嘅投資價值嘅。今日就講到呢度先，好啦，拜拜。